梁志榮議員，多謝主席。行政長官你好，工聯會就行政長官2025年施政報告嘅回應呢，係有20個字：施政為民生，治理趨完善，優勢更鞏固，未來猶可期。感謝行政長官呢接納咗工聯會呢多項嘅建議，並寫入去呢施政報告入邊。工聯會最欣賞嘅就係行政長官呢特別強調，改善民生係本屆政府施政嘅最終目標，讓到市民有更好嘅住房，打工仔有更多收入，長者有更好嘅照顧，青年有更好嘅發展。呢個目標呢，同工聯會呢係不謀而合。工聯會希望特區政府呢係可以充分運用工聯會喺勞工工作嘅優勢，更緊密合作呢，為全港嘅僱員同埋工友呢創造收入更好嘅就業機會，做到人人有工做，份工由本地人優先做，更加要做到呢高質量就業式經濟復甦。請問特區政府未來點樣去幫助一班好想返工嘅工友可以充分就業，用好香港本地嘅勞動力呢？行政長官。多謝梁議員。施政報告裏邊呢，有一個專章係第4章，係講產業引入同埋發展。我哋所講嘅係高端產業，亦都係有競爭優勢嘅產業。呢啲咧對於勞工，第一創造就業係有好積極嘅作用，第二收入亦都會高啲。喺經濟轉型期裏邊，有啲係直接啲，有啲係間接啲，所以有啲行業咧，佢嘅收入咧已經係倍升嘅，例如金融啊、貿易啊等。有啲行業就揾工係非常容易，例如做體健啊，甚至做教育工作嘅都好容易揾工作嘅。但係有啲係短缺嘅。多年嚟咧，我哋喺產業結構方面冇乜動過手術嘅，所以好嘅行業一路發展啦。較為有弱勢嘅行業咧，就變得要經常扶持。今次專章去介紹產業嘅引入、本地培育同埋各方面嘅推動多元，兼且會引導資金嚟投資，正正就係去同阿梁議員你嘅目標係一致嘅。例如我哋喺施政報告裏邊提及引入一個飛機拆件嘅公司。呢個公司拆件嘅公司係香港冇嘅，以前就算有，都係只係買人嘅零件嚟再冚翻落我哋嘅飛機嗰度。但係呢條產業鏈咧係有上游下游，仲可以有貿易，仲可以有教育，可以培訓人才。之後整體嘅產業發展會好大，即係話1可以乘3乘4，唔係只係一間簡單嘅公司。呢啲就係我所講嘅高質量產業。另外，施政報告裏強調我哋發展我哋優勢，例如醫藥嘅製造，醫藥帶動好多咩咧？投資啊、科研人才啊，全部呢都係高質量嘅工作嚟嘅。好啦，呢啲可能要有啲專業知識咧，但係有啲生產線，只係做生產嘅，一般嘅勞工都得嘅。但係呢啲生產咧係高質量嘅生產。我哋亦都有講一啲回收業嘅，例如將一啲電動車嘅電池，我哋回收咗轉化成為黑粉，另一種產業。呢啲唔係好高技術，但係都會係有條產業鏈。第二個量亦都好大，因為咧越嚟越多電池需要係回收去再做，所以個市場好龐大。而家我哋引入不同嘅產業，就係將產業嘅結構改變咗佢。唔好淨係喺服務業咁單一，因為服務業當然都係好重要啦，係我哋25%嘅經濟增長嘅主要部分。但係經濟起伏嘅時候，個波幅亦都大啦。產業就令到我哋好有穩固嘅職位，令我嘅勞工可以更加確保佢哋嘅收入。咁呢啲都係今次施政報告裏邊希望做。我哋強調嘅咧係高質量發展，國家嘅政策亦都有高質量發展，所以科技嘅投入、AI 嘅投入都會令到不同嘅行業都係走向
質量化。所以施政報告唔係單一個措施去希望增加我哋嘅就業機會，增加我哋收入，係多元措施，喺不同嘅領域咧都係呢方面推動。再者，我哋喺我上任之後成立嘅港投公司，我唔係追求佢高回報率，我係追求佢扶持我哋要推動嘅行業，去製造多啲就業出嚟。舉例，我哋嘅重點企業辦公室84間，每間大約係帶嚟5至6億元嘅投資，總共係500億。所以呢啲高質量嘅公司帶俾大家嘅就業，就係更多就業，而且更多高收入嘅就業。成個施政報告係推動緊社會走向呢個方向。當然，有啲係直接可以快啲見到效果，有啲可能間接，但係個方向係一致嘅。多謝主席。